人工智能正從根本上重塑製造業嘅運作模式。我哋探討下政府嘅整體規劃，助力香港喺新型工業化道路上搶佔先機。初創企業如何創新突破，同埋傳統工廠如何借助 AI 成功轉型。現屆政府咧好重視推動新型工業化，喺先進製造方面，用多啲人工智能啊、即時監察嘅系統啊、傳感器啊等等方面咧，我相信喺幫助企業提升佢嗰個產值啦、提高效率啦，同埋實時去監測製造線嘅運作咧，透過我哋一啲嘅資助計劃咧，係俾大學啦、科研機構啦，同埋私營嘅創科企業去申請。進行一啲技術研發嘅工作，鼓勵佢哋多啲應用科技去幫佢哋業務升級轉型。希望業界喺香港成立一啲先進嘅製造生產線。下一年嘅重點項目就係我哋推出會有個產業引導基金。我哋希望鼓勵多啲產業咧，直頭喺香港落戶，咁希望令到香港嗰個創科嘅生態圈更加完整。咁我哋有圖科技咧，主要係利用 AI 技術咧去賦能呢一個製造業嘅目的咧，係想令到自動化更簡單。咁我哋而家主要嘅 project 咧係 Next Factory 設備運維 AI 工程師。咁佢主要幫助到咧生產工廠咧，工程師可以更好咁樣去進行生產設備嘅運行同埋維護嘅。我哋已經係同緊一間外國嘅公仔麵工廠啦去做緊啦，佢哋維護嘅人咧係講英文。咁資料咧又首先又係唔同嘅語言啦，兼且大家又有一啲時差嘅問題。咁我哋呢個 AI 工程師咧就相當於可以幫助到佢去解決大部分嘅設備運維問題，保證到佢哋喺海外生產咧都可以順利進行啦。其實好多廠佢哋都係高度依賴佢哋嘅老師傅嘅。有時候師傅佢放咗假，有時候問題出咗嚟之後咧就冇人去解決。咁但係咧工廠佢嘅生產其實咧每分每秒都係好緊張㗎嘛。佢每停機一秒，可能佢就已經蝕好多錢。咁我哋係喺上一年加入到數碼港培育計劃啦。數碼港除咗俾錢俾我哋啦，咁佢都會有我哋嘅 tutor 去教我哋點樣去運營公司，要教我哋點樣去睇住我哋公司盤數嘅，幫助到我哋收支平衡，投資者佢先會更加願意投資俾你嘅。咁仲有更重要嘅一點咧，就係數碼港佢會去組織好多唔同嘅活動。咁有一啲揾 VC 嘅活動啦，咁亦會組織一啲 conference， 俾機會俾我哋呢一啲 startup 嘅公司會想去做分享。廣東省嘅軟件行業協會組織嘅一個活動咧，數碼港都亦同我爭取到一個名額去做分享啦。咁我哋會係喺嗰個活動上面去介紹我哋 Next Factory 呢一個產品，點樣可以幫助到廣東嘅製造業去出海。從政府嘅頂層設計與資金支持，到初創企業以市場為導向嘅技術開發，我哋睇到咗 AI 喺製造業應用嘅基礎與活力。下一節我哋將深入探討呢啲技術點樣落地，以 AI 解決產業痛點，同埋為傳統產業帶嚟實質變革。運用埋呢個人工智能幫助佢哋行工業4.0。咁有一個例子咧，即係其實咧都係一個上市公司咧。自從我哋幫佢行咗工業4.0呢條路之後咧，成個效率都起碼提高30%或者以上嘅。出海服務中心咧，幫助內地嘅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開發國外市場，但係亦都係幫助外國企業咧通過香港去開發內地嘅市場，做呢個橋梁嘅角色。咁相信亦都會對香港嘅經濟咧會有好好嘅發展嘅咯。通過人工智能咧，我哋學習咗師傅做嗰套方法，將啲數據輸入嘅電腦裏邊，再調節嘅機械手，咁就做到今日即係師傅做嘅燒焊。更加諗到就主要個知識嘅儲存。咁下一代用嗰陣時就已經係講幾十年嘅數據 ，AI 擺咗嘅數據就永遠都係呢間公司嘅數據。所以呢個係即係秉承到下一代一路咁傳落咧，呢個更加比效率質素帶嚟嘅意義咧更加大。建築業嘅傳統工藝啦、燒焊啦，我哋一路以嚟都面臨嗰個長期嗰個工人短缺啦。咁有啲地盤狹窄嘅環境，亦都未必方便去到人手施到工，亦都出現一個容易受傷嘅風險出嚟啦。咁所以我哋就用呢個智能機械人去到
取代呢個工藝啦。其實佢哋都可能係會去轉型，唔係淨係識得燒焊嘅喎，佢哋就係喺點樣將呢個燒焊工藝配合電腦化應用，咁咪去到大家進步一個提升。從創新科技處嘅頂層支持，到 Startups 有圖科技嘅創新應用，從生產力局嘅全面賦能，到傳統企業鋼鐵廠和利嘅升級轉型，香港正逐步形成完整嘅智能製造生態圈。AI 唔單止提升咗生產效率與安全性，更關鍵嘅係解決咗人才斷層與知識傳承嘅難題，為香港嘅新型工業化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